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來看，昨是24節氣的夏至，天氣是有夠熱。南投草屯飆到35度，有一個83歲阿伯下晡到田裡做事，因為曬日頭曬傷久，閣無來啉茶湯，結果是熱甲昏倒。好哩佳哉，收糞掃的清潔隊員經過，看到阿伯倒佇個田邊，趕緊落車甲阿伯刷到較涼的所在，而且拜託里長敲119來報案。救回阿伯一條命。南投草屯一個農園內，地若是無啊，這個清潔隊員將穿感覺色衫，這個83歲阿伯啊，插去較涼的所在。廖先生規身軀軟高高，徛袂在，看起來敢若真虛弱。你這手先綁好，先甲你扶起來。另外一個隊員趕緊來鬥相共，原來這個老先生迄一天做事的時，因為傷熱，氣溫差不多到35度，伊敢若是曬傷久，閣無隨補充水分，昏倒佇田環邊。他怎麼都沒有在動？剛才下車問阿伯講：“阿伯你安怎無？”伊講救命啊！因就是真猛請的清潔隊員，昨下晡差不多要4點的時來收糞掃，看到這個阿伯倒佇田環邊，袂頂袂當，隨落車去關心。癱軟下去了啊，都沒有力量啊，讓他扶到陰涼處。然後請里長還有鄰長協助叫救護車。消防人員一個到現場發現講，這個阿伯一直流汗，血液偏低，才8痛爾，有去熱到，趕緊送去病院治療。因為脫水太嚴重哦，就血壓比較低啊，所以我們就會給他大量點滴。佳哉經過治療，這個阿伯啊，迄暝就出院啊。因太太想起了代誌經過，感覺真正是有夠佳哉。佳哉有這兩個清潔隊員，好佳哉因兩個清潔的。這糞掃車兩個甲捲起來，無我唔知。根據了解，這個阿伯啊，真儕年前捌中風過，恢復後，伊原逐工吐一支拐啊去做事，想袂到這擺因為天氣傷過熱，熱甲全咧昏去。佳哉清潔隊員及時發現，才互這個意外無造成危險。